接下來呢，就係教大家當到嘅詞彙了。第一呢，就係房間，客家話應用白音呢？間房，間房。嘅男士煙應用白音呢？間房，間房。嘅安尼應用版來念下幾個呢？比方講，安尼會講，你有訂房間嗎？有訂間房麼？有訂間房麼？男士煙應用白音呢？有訂間房麼？有訂間房麼？接下來我教大家，就係雙人房、雙人房、雙人房，還有房型、房型、房型。嘅安尼應用版裏面做廿幾個呢？比方講，你們訂的房型是雙人房一間，唔到訂嘅房型係雙人房一間，唔到訂嘅房型係雙人房一間。男士煙應用白音呢？唔到訂嘅房型係雙人房一間。唔到訂嘅房型係雙人房一間。都好哦。除咗雙人房以外，還有呀單人房、單人房、單人房。比方講，我們訂的是2間單人房，我哋訂嘅係2間單人房，我哋訂嘅係2間單人房。男士煙應用白音呢？我哋訂嘅係2間單人房，我哋訂嘅係2間單人房。都好哦，我哋學習了了嘅詞彙，然後當然記以後，接下來呢就係句型教學嘅部分了。呢段劇第8度呢，其實有提到兩間房中文相關嘅對話。佢兩下呢，你咪做得來學習看哪，係講愛詢問，也係以後來中文奉獻嘅時節，會讀到呢條嘅問題，含過呢條嘅答案，係愛單人房、雙人房，也係4人房呢。含過啊，你想愛詢問預定房型嘅時節，嘅客家話都係愛用嚟講呢。兩下呢，你咪強下來學習哦。